小朋友先不要進來，在拍視頻。你信唔信我一腳鏟你學學兵啊？我哋上一個面試嘅係北大嘅喎，你一個大專生點同人哋比啊？嗰個北大係好犀利。但係，咁你都知啦，返去等通知啦。咁你只會係佢被選啫喎，但我永遠係你被選喎。又啱喎，繼續講。佢係好叻，但係以後咧可能會做你嘅領導，但係我咧，你永遠係我嘅領導喎。人哋假假地都係頂流大學出嚟嘅喎，咁你一個月俾幾錢人工先？點都要14,000啦。咁我零頭得啦。4,000？我知佢係985，但係我可以做996啊！而且你招人咧都唔可以招太有文化㗎，因為佢識打官司啊。咁你又唔可以招太冇文化喎，因為佢唔懂法，識打人啊。咁我大專就啱啱好啦。你諗下啦，你拒絕我冇咩所謂，但你拒絕一個北大嘅，夠你吹一世啦。你講得又啱喎，就咁決定啦，下個星期嚟返工，OK 嗎？